Oh ja, ne vamale fandre de dos. 那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。那上一堂课呢，就是有同学呢，就是希望阁下能够解释功德之本颂。那阁下也觉得很好，因为呢，就是我们刚上完了就是供下士道修行的部分，那所以呢，把供下士道说的内容呢收摄起来，那刚好以功德之本颂呢来做一个收摄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完功德之本颂关于供下士道部分之后呢，然后再进入安乐道论的供中士道的学习。那安乐道论的供中士道的学习结束之后呢，那同样的我们也是再回到功德之本颂关于供中士道的部分呢，然后继续的做解释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介绍一下功德之本颂。那功德之本颂呢，它是出自于宗喀巴大师所造的，就是祈请开圣道之门的内容的一部分。那他宗大师造的祈请开圣道之门的内容里面呢，就是包含了功德之本颂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功德之本颂的著作者呢是宗喀巴大师。那我们有讲到说呢，就是功德之本颂呢，他在我们之前在讲六加行的时候讲到。祈请加持的时候呢，它是属于累积加持的部分，也就是呢，就是跟上师三宝起来说呢，这一部分的加持呢，我也需要；这一部分的加持呢，我有需要，所以把各个加持呢累积起来，所以功德之本颂呢，算是累积加持的一个，法门。那功德之本颂的内容呢，它是把所有的供下士道、供中士道，还有上士道呢、三士道的内容，以及像是密续的内容呢，做一个简短的摄受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每天观修功德之本颂的话呢，那也就是对道次第呢来做一个略修。所以就说去思维功德之本颂呢，它具有极大的加持，而且功德之本颂呢，它本身呢就只有13个偈颂而已。那再加上最后面的回向的偈颂呢，那也就只有14个偈颂，所以它的内容呢非常的简短，但是呢却是非常的扼要。所以当我们了解了道次第的内容之后呢，那把所有道次第的内容全部收摄起来呢，就是功德之本颂，那也可以方便呢我们每天呢然后来做观修。那我们接下来讲述呢，就是关于供下士道的内容呢，它在功德之本颂呢就是有4个偈颂。那我们在念诵功德之本颂之前呢，要是能够先念诵兜率忠神颂呢，那是非常好的。就是以格鲁派来说呢，就是格鲁派 CQ 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一开始先念诵，在做任何的修法之前呢，都是先念诵兜率忠神颂。那念完兜率忠神颂之后呢，然后就是念弥子玛，然后最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念弥子玛1圈，然后等到结束完结束完兜率忠神颂之后呢，然后再念诵功德之本颂。那在念功德之本颂的第一个偈颂呢，就讲到说，能成众德之体具恩师，如理依止道之圣根本，善观察以恒时，奋殷勤做大恭敬，以止求加持。那我们就讲到说呢，就是在解释道次第的时候呢，最开始的科判呢，就是分为道之根本、清净善知识、规律，以及寂亲寂理呢如何修行次第。所以一开始呢，就是先讲述到说要如何的呢来依止善知识。那我们在念诵功德之本颂呢，就是刚刚讲到说，就是在念诵功德之本颂之前，我们要先念兜率众神颂。那兜率众神颂呢，它就是在念诵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开始观想，就是明现资粮田，就是观想资粮田。那在观想资粮田的时候呢，也同样的呢，就是把我们的上师呢和把上师的体性呢和世尊体性呢看得无二无别。然后呢，在念诵的时候，就是功德之本颂的每一个偈颂呢，它的最后一句呢，我们都会念2遍，就是讲到说，就是能成众德之体具恩师，如理依止道之圣根本，善观察以恒时，奋殷勤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。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，就是要念2遍。那为什么说最后一个偈颂要念2遍呢？就是我们讲到说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先观想了，就是先明现的资粮田。所以在念第一个偈颂念完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是配合着就是前方的资粮田，或者说已经观想说，顶门的上师，那跟导师世尊无二的这个上师呢，在我们的顶门。那念第一遍就是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是配合着就是降至观路，就是观想呢，就是顶门的上师放光呢，然后降下了甘露，然后净除我所有一切的罪障。那特别是这些医师的这些罪障。那
第一遍念完以后呢，就是以我们来说，因为我们是初修行者，那初修行者一开始我们不可能说，边念完就可以边做观想，所以我们先念完第一遍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停下来，然后先把所有的观想呢都观想完之后，然后再念第二遍，然后念第二遍的时候呢，就是观想说上师顶门的上师呢，还有放下就降至甘露，然后让我心绪之中呢能够升起就是依止善知识的地道的这些功德，能够在我心绪之中升起。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先念完第一遍之后呢，然后做观修，观修完之后呢，再念第二遍，再观修。那等到我们串习久了，就是我们修久了之后呢，那我们的观想呢，可以比我们现在嘴上念的还要快。那以初修者来说，就是不可能念得比想的还要，一定是念得比想的还要快。但是观修久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想的呢比念的还要来得快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讲说功德之本颂的第一个偈颂呢，我们就讲说道次第的最根本的两个科判呢，就是道之根本清净知识规律，以及既清净如何修行次第。那第一个偈颂的内容呢，就是在讲述到说道之根本清净知识规律。那一开始呢，就写到说众德能成众德之体。那这个能成众德之体的意思呢，就提到说能够成为一切功德，这边的众德呢，指的是一切的功德，能够成为一切功德的这个体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提到说它的根本，提到说它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呢，能够一切功德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于我们的具德的根本恩师呢，如理的去依止。那如理依止呢，就讲到说透由加行以及意乐呢，就是这两个方式呢，去亲近我们的善知识，透由意乐还有加行二者呢，去如理的依止我们的具德的这个恩师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呢，就如同科判所说的呢，这个是道之生根本，就是一切道的根本呢，就是亲近善知识的规律。那看到了这一点之后呢，那善观察就是看到就是如理依止我们具德恩师的这个呢，是道的根本之后，就是善观察，就是看到这一点之后呢，那就是恒时分殷勤，就什么时候都透由就是意乐清净规律以及加行清净规律呢，然后去依止呢，如理的依止我们的善知识。那这样去做之后呢，然后祈请呢，就是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。那讲到第一遍，讲到说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讲到说，一开始我们精心观修了，就是都是众神颂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观想，就是以和我们的上师呢，就是现释迦世尊的外相，然后呢，围绕到这个主尊身边所有具法人的上师呢，他们全部都放下甘露光明，然后这些甘露光明呢，就是临到我身之后呢，尽除我所有一切的罪障。那特别是呢，对于我心绪之中呢，就是升起道次第的障碍的，升起依师轨理罪障的这一些障碍呢，能够完全的尽除，然后一切生财受用等一切的功德呢，能够不断的增长。然后念完这个偈颂之后呢，就开始对于就是清净善知识呢，然后来做一个略修。那做略修呢，也就是最好的话呢，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，关于说依止善知识里面所有的内容，像是从一开始呢，就是所依善知识之相，然后呢能依学者之相，然后还有说彼应如何依师执理，还有说依止的过患。依止的胜利，还有位依的过患呢，那这些呢，如果能够全部去思维的话呢，那当然是最好。那如果说觉得说这里面的内容呢太过于广泛，然后思维不起来的话呢，那也没有关系，那就照着功德之本颂它第一个偈颂的内容呢，就是照着它的文字呢去做思维。那把依师轨理的部分呢略修完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就念第二遍的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。那在念第二遍的做大恭敬，依止求加持的时候呢，那就观想顶门的上师佛呢，他幻化了第二身。那第二身呢，就是融入于自己的心间，然后融入于自身之后呢，观想自己获得了就是所有依止清净善知识的这个所有的功德。那第二个偈颂呢，偶一获持圆满有暇身，最极难得大义了之境，日夜恒时摄取心要义，身体相续不绝求加持。那第二个偈颂的内容呢，就讲到说道次第的根本的第二个科判。那第一个科判讲到说道之
道之根本，清净善知识归类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说既清净如何修心次第。那既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呢？它又分为了2个科派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于有暇生呢劝取心要；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如何摄取心要之理。那第二个寄颂呢，就是偶一获持圆满有暇生。这个寄颂呢，最主要就讲到说，就是于有暇生劝取心要，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暇满人生之后呢，就是劝发我们如何的去取这个心要，就是如何的呢去修行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寄颂的内容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偶一获持圆满有暇生呢，那最主要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获得了这个暇满的人生之后呢，然后就是要劝发我们呢，能够去取心要。所以呢，在第一句话呢，就是偶一获持圆满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，就是圆满的暇满的第一个内容，也就是证明暇满，就是讲到了说具足闲暇以及圆满这2个功德。所以偶一获持圆满，然后在讲述到有暇生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到说我们获得了这个殊胜的这个人生。那有暇生的时候呢，是讲到了就是暇满义大的部分。就是获得了这个有暇生呢，是讲到说暇满义大的部分。那后面呢，最极难得大义了知境。那最极难得呢，最极难得讲到了说就是暇满难得的部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透由呢，就是暇满的内容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就是透由暇满义大呢，了解到说呢，因为暇满义大的缘故，所以劝发我们的心要是什么？劝发我们的心要呢，就是要去修学佛法。那在了解了暇满难得之后呢，就是要去思维到说，要修学佛法之外呢，而且是今生就要开始修学佛法，乃至于说现在呢就要开始修学佛法。所以讲到说最极难得大义了知境，就是了解了暇满的内容难得大义之后呢，大义难得之后，那了解到我们的心要呢，就是要去修学佛法，而且是现在就要开始去修学佛法。那日夜恒时摄取心要义，那这边讲说，在了解到了就是暇满的珍贵以及暇满义大、暇满难得之后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去思维呢，就是暇满。那我们在讲说暇满难得的时候呢，之前讲到说，就是透由因的部分呢，去理解到说暇满难得；那透由体性的部分呢，了解暇满难得，以及透由譬喻的部分呢，去了解到说暇满是难得的。那日夜恒时摄取心要义之后呢，那最后一句就是升起相续不绝求加持。那念完升起相续不绝求加持之后呢，那同样的第一遍我们念完这个偈颂之后呢，就开始对于暇满人生的部分呢，然后来做一个略修。那略修的时候呢，也是同样就是观想顶闻的上师呢，就是降至甘露，然后净除我所有的这些罪障。那特别呢，就是升起暇满的这些暇满功德的这些障碍呢，能够完全的净除。那等到思维完呢，就是对于暇满的内容呢，做完略修之后呢，那在念第2遍的升起相续不绝求加持的时候呢，就观想顶王的上师呢化现第2身，然后融入于自己的心间，然后呢，自己的心绪呢升起了殊胜的，就是暇满的这个正德。那接下来呢，第3个偈颂呢，就是讲到说，我们讲到说分为2个科判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于有暇生劝取心要。那接下来这个科判开始呢，就是讲到说如何摄取心要之理。那在讲到如何摄取心要之理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分为了就是所要摄取的3个心要，那也就是共下士道的修心，以及共中士道的修心，还有说共上士道的修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共中士道的修心，共下士道的修心呢，又分为2个科判，那就是讲到第一个呢，发生希求后世之心，还有第2个呢，依止后世安乐的方便。那第一个呢，发生希求后世之心呢，就是讲到说念死的内容，因为呢，我们唯有就是透过思维念死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才会想要去希求呢，就是来世。那如何的去做思维呢？那就如同偈颂里面所讲到的，就是生命动摇犹如水中泡，迅即灭坏必死因思维。那就是透由这2个偈颂呢，讲述到说发生希求后世之心，也就是念死的道理。就提到说，我们的身体呢，就如同在水中的这个泡泡一样，就是非常的不稳固，然后随时呢都会破掉一样，然后而且呢迅即灭坏。然后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到说呢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维呢，死呢，它是随时呢都会来的，所以迅即灭坏，必死因思维。
那这边呢，就是讲到说第三个这个寄送开始呢，生命动摇犹如水冲泡，瞬息灭坏，必死因思维呢。这两句呢，就是讲到说，就是死无定期的部分，也就是死无常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，时以如影随形黑白夜，引起后果，获得决定解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。我们在了解了就是死无常之后呢，那也了解到说决定必死。那我们死了之后呢，并不是说我们的相续就结束了，就是我们的相续呢会不断的续流呢会不断的往下，所以并不是说死了呢就是结束了。那我们死了以后呢会到哪里呢？死了之后呢，要么呢就是投生到善趣，要么呢就是投生到恶趣。那我们投生到善趣或者说投生到恶趣呢，是由谁来决定的呢？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透由我们所造的这个黑夜和白夜来决定。所以讲到说呢，我们的黑夜呢还有白夜呢所造下的，无论是黑夜或者是白夜呢，它就如同我们的影子一样。无论说我们投身到哪里去呢，这个黑夜和白夜呢，它就是像影子一样呢，不断的跟随着我们。那我们造下了善业的时候呢，那自然呢我们会有好的果报，也就是投身到善去。那造了恶业之后呢，那自然呢它的果报呢就是不好的果报，就会投身到恶去。所以呢，倘要投身到善去呢，那就要造下白业，也就是善业。那如果说我们造的是黑业，就是不善业的时候呢，那自然而然呢就会投身到就是恶趣去。那在了解了这个之后呢，就是引起后果，获得决定解，就是我们了解了，就是透由黑白业呢，决定说我们会投身到善趣还是恶趣的时候呢，那这边呢就思维到说，如是之以一切诸恶业，那就讲到说，这个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后果就是，当我如果造恶业的话呢，就表示说我会投身到恶趣去。那所以讲说，如是之以一切诸恶业，透由这些恶业呢，我会堕入到恶趣。那堕入到恶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思维到三恶趣的痛苦。那思维了三恶趣的痛苦之后呢，那就自然而然呢，会对三恶趣的痛苦呢感到怖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希求三宝，然后相信三宝呢是能够救护我们的。所以虽然在功德资本颂里面呢，它的文字里面字面上呢，并没有直接就是写出皈依的内涵，但是呢，时以如影随形黑白业，引起后果，获得决定解，如是之以一切诸恶业呢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讲述到了就是皈依的内涵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如果呢惧怕呢投身到恶趣，或者说在轮回里面的这种痛苦的话，那这个时候是谁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呢？那唯有三宝呢能够帮助我们脱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思维到皈依。那在讲完皈依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就讲到说，对于一切善乐所有的根本呢，就是发生忍性，就是对于业果呢要升起定解。所以对于呢这些细而又细的这些所有一切的恶业呢，无论说多细微多微小的这些恶业呢，细而又细，亦复令断离。再微小的这些恶业呢，我们都要想办法的去断除它。然后呢，所有的善业呢，一切众善资粮起修行，就是一切的善业呢，无论是白业，无论是多微小的善业呢，那我们也要去做修持。那这样做之后，就是恒常具足殷勤求加持。那所以我们在念恒常具足殷勤求加持第一遍的时候呢，就是去观想了上面像是无常、三恶趣苦，还有皈依业果、皈依三宝，以及呢深信业果的内涵呢，然后做一个略修。那略修之后呢，也是同样的呢，观想上师呢就是降世甘露，然后呢净除我们的罪障。那第二遍的时候呢，就是观想上师呢就是换回来第二身，然后融入于我身，然后让我获得呢如是上述的这些殊胜的道次第的正德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讲述完了，就是供下师道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功德资本颂的第一个偈颂呢，就是提到了就是道之根本清净知识规律。那第二个偈颂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积清净如何修心次第里面的第一个呢，就是与有暇生呢劝取心要。那第三个偈颂开始呢，就是在讲说摄取心要次第呢，又分为像是供下师道的修心、供中师道的修心以及上师道的修心。那后面这两个偈颂呢，就是讲到说就是供下师道的修心，那也是从发生希求后世之心呢，那也就是讲到说是念死，那以及讲到说依止后世安乐的方便呢，那就是讲到了就是皈依以及说像是深信业果的部分。
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整个共下士道里面呢，它最主要呢所要告诉我们修持的内容呢，那就是皈依以及业果的部分。那特别呢是在了解了业果之后呢，升起业果之后呢，那我们所要真正的去行持的呢，也就是去断恶修善。对于说黑夜，所有一切黑夜的这些业道呢，我们要尽力的去断除。那对于白夜的这些业道呢，我们要尽力的呢去承办。那所以呢，断恶修善呢，也就是我们在讲述共下士道呢，或是下士道呢，最主要的修持。那所以最后面呢，我们讲到说，就是恒常具足殷勤求加持。所以我们在功德资本颂呢，只要看到求加持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说这一句呢是要念2遍，然后念第1遍的时候呢，就是观想呢，就是顶门的上师呢，就是对我们就是降下甘露光明，然后呢净除我们的这些罪障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就是对这边所讲述的法类呢，然后来做一个略修。然后在念诵第2遍的时候呢，就是观想顶门的上师呢，他化身了第2身。那这个第二个上师的这个身形呢，就融入到我的心里面。那融入到我的心间之后呢，那就是加持我的心绪，让我的心绪呢能够升起这个正量的这些不动的这些加持。那后面呢，就全部都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受用无厌一切众苦门呢，就是共中之道的内容。那这以下呢，就等到我们讲述完了就是安乐道论中士道的内容之后呢，然后再过来讲解以下的内容。那之前呢，就是我们安乐道论里面呢，就是讲述到说，就是皈依业果的部分。那我们在讲述到安乐道论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共下士道就是分为就是念实无常，然后呢善恶去苦，皈依三宝，以及呢就是身心业果的部分。那我们之前在讲述安乐道论的时候呢，就是身心业果我们只讲了一部分，并没有把它就是全部念完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身心业果的部分呢，就是再从头呢就是讲述一遍。所以请看到第13页的倒数第2段，那就讲到说呢，就是第4个科判呢，就是最后一个科判呢，共下士道的最后一个科判，讲到说升起身心业果。然后呢，也是同样的呢，我们先观想呢，就是我们的顶门的上师呢和世尊呢是无二无别的。然后呢，在观想上师在我们的顶门之后呢，然后去做如是的思维，就是佛经里面有说呢，就是依着造作善业的因呢，必为得乐果。那这个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我们在讲述业果的时候呢，有讲到说思维总业果。那讲的是思维总业果的时候呢，那这里所讲的呢，就是业决定的这个道理。就是呢，我们如果造的是善因的话呢，那我们呢只会呢得到乐果，不可能呢会感到苦果的。所以这里呢讲到说是业决定。那第2个呢，依着造作不善之因，必为得苦果，不得乐果。那这个呢也是同样，就是如果我们造了恶因的话呢，也只能感得苦果，没有办法获得乐果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必然的。所以这一部分呢是收摄在业决定的这个道理里面。那接下来讲到说，虽只造作微小的善业之因及不善之因，然不得欲作障因缘，感果势必增长广大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，我们造下呢，即使是很微小的善业的因，或者说呢，造的是很微小的恶业的因呢，如果没有遇到障碍的话呢，这些造下来也没有遇到障碍，像是忏悔等等，或者说起嗔心的话呢，那这个小的这个善因，还有小的这个恶因呢，它的果报呢必定会增长广大。所以这讲到说第2个道理呢，也就是业增长广大，就是当一手果报成熟的时候呢，同样我们所造作的这个业呢，它会不断的增长。所以这是第2个内容呢，就是业增长广大的内容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若不造作善业之因及不善之因，则断然不必承受苦乐果报。那这个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业未造不遇的道理。那以及呢，最后面讲到说，若造作善业之因及不善之因，且不得欲作障因缘，则业既已造作，自不灭失，必得长受苦乐2种果报。那这个呢，就讲到说以造不失的内容。所以上述呢，最主要就是讲述完了，就是思维总业果里面呢，就是业决定、业增长广大，然后业未造不遇，还有业已造不失的内容。那接下来呢，最主要就讲到说，依着殊胜田的这些力量呢，就讲到说功德田的部分。
那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，就是此外呢，依着特殊的田、意乐、士及所依生呢，造业力量特大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讲到说距离也门的部分。那对于上述内涵呢，升起深切的敬信，也是对业果呢升起敬信之后呢，那在13业呢，即使是极微小的善行呢，然后我们也需要去持守。那对于12业呢，即使是极细微的这种小恶呢，那我们3门呢也不应该扰犯。所以呢，要精勤在就是取舍，也就是舍恶取善呢这2种。那希望呢能够获得如是的这种行持呢，然后祈请上师的顶门的上师佛呢加持。那因为祈请的缘故呢，所以顶门的上师佛呢，他就降下了五彩的甘露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甘露呢，就是融入到自他一切有情的身心，然后把无始以来呢，我们所积造的一切罪障，那特别呢，就是对于我们对于业果呢升起敬信，还有如离心识、舍恶取善的这种障碍呢，然后能够完全的断除。那这种障碍呢，就包括了像是疾病啊，然后非人等这些干扰呢，都能够尽除。然后我们的身体呢，变为沉静光明的体性，然后寿命还有福德等一切的功德呢，能够不断的增长。那特别呢，是自他的心绪呢，都能对于业果呢升起敬信，以及如理断恶修善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正德呢，能够在心绪之中升起。然后这边呢，后面就有提到呢，虽然说我们已经努力的修持，但是因为我们初修业者的缘故，所以一开始呢，我们的对治力呢会较为微弱，然后呢，烦恼力呢会较为强盛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难免会犯下一些不善的这些因。那造下这些因之后呢，就是不要放着，然后呢，要精勤于势力的这个忏悔，就是透由势力忏悔呢，然后来进行防护。那最后呢，就讲到第3个呢，也就是结行，就是结行的时候呢，该如何行持？那这个呢，和前面所讲到内容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第2个科判，就是未修中间呢，应如何行持？那同样的，未修中间呢，应该去观阅阐述，就是有关共下士道法类的这些经典论著等等呢。然后如前所说，那上面呢，就是解释完了，就是共下士道修行的部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讲述到，当我们获得了暇满人身之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获取这个心药。那这边讲的心药呢，又分为3种心药，也就是分为下、中、上的这3种心药。那在3种心药里面呢，我们最下边际呢，也要获得就是下士道所讲述的心药。那下士道所讲述的心药呢，就是最主要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对于呢三宝呢升起至诚的这种皈依。那升起了对三宝升起至诚的皈依之后呢，那我们最主要所要行持的呢，就是对于断恶修善的这些，我们要如理的呢去行持。因为呢，我们透由修学佛法之后呢，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呢，完全不会想到说，我现在做的这个行为呢是恶业，然后呢，到慢慢的了解到说呢，我现在呢是透由我的身口呢在造作恶业。那在了解到自己造作恶业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要放着，觉得好像说哦，造了就造了，那也没什么，那不能这样子放着，而是身口造作了恶业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要自诚的呢去做忏悔。那这些呢，就是透由正知正念呢，然后平时呢去观察自己的3门，那这个也是透由业果呢，然后了解到这样子的道理。那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的思维呢？就是我们透过业果去思维的时候呢，会知道说，如果呢今世的这些恶业呢，我不把它忏悔干净的话呢，那来世呢，我必定呢会投身到三恶趣去。那三恶趣呢，具备无边的痛苦。那特别呢是地狱的这种痛苦呢，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忍受的。所以今生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断恶修善的时候呢，除了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会感到后悔之外，那除了后悔之外呢，那等着我们的呢，就是来世呢堕到三恶趣的这些痛苦。而且呢，如果说我们没有照着这样去断恶修善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刚刚讲到说，难得获得的这个暇满人生呢，我们是要去劝取心要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不去皈依三宝，然后呢不如理的去断恶修善的话呢，那变成说我们是没有取到任何的心要。那因为如果说我们今生仅仅只是追求今生的这一种
安乐以及财富之外呢，那其实是对我们的来生呢一点都没有帮助了。那临终除了后悔之外呢，那还要惧怕死后堕入于恶趣。所以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至诚的皈依三宝。那行持的方式呢，就是如理的去断恶修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前面讲到说，就是如何摄取心要之理呢？就讲到说有3种心要，也就是共下士道的修心，以及共中士道的修心，还有上士道的修心方式。那上述呢，我们已经讲述完了，就是共下士道的修心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进入共中士道士的修心。那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就看到第14页的第2段呢，就讲到说共中士道的修心呢，又分为2个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升起了就是希求解脱之心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说觉着能去解脱道性。那第一个呢，就讲到说什么叫做希求解脱之心呢？就是在下士道的时候呢，虽然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我们呢，因为部位就是来世堕落于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呢，所以皈依三宝以及身心业果呢，就是希望来生呢能够获得真上生，也就是人天的果报。但是呢，到中士道的时候呢，告诉我们说，获得人天的果报呢，它还是不够的。我们所要希求的呢，是要希求解脱。那为什么要去希求解脱呢？就是虽然说呢，透由下士道的修持呢，我们可以获得呢，就是善趣，可以投身到善趣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善趣的这个满业结束之后呢，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生呢，有可能呢又会堕入到恶趣去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办法从根本呢去净除掉这些的话呢，那我们是还有可能呢投身到善趣之后呢，还是有可能会堕入恶趣的。所以了解到说三切所有的一切轮回呢，它的体性呢都是苦的体性。所以呢，为了能够确实坚固的断除这种轮回的痛苦呢，所以呢，我要希求解脱。所以第一个呢，讲到就是升起就是希求解脱的心。那升起了希求解脱的心之后呢，那第二个呢，就要觉着能够去解脱道性。那觉着能去解脱道性呢，就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解脱道呢到底是什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进入共中士道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就讲到说，升起欲求解脱之心。那升起欲求解脱之心呢，同样的，它也是分为2个科派。那第一个科派呢，就是在座上修的时候呢，应如何行持之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座间修的时候呢，应该如何行持之理。那第一个呢，在座上修时呢，应该如何行持之理呢？那同样的呢，也是分为就是加行、正行还有结行。那在做前行也就是加行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皈依总结上是天中天，能人金刚持佛前七请。然后呢，以上如前，就是在这一部分呢，就是在这个七请以上的部分呢，都是如同上述所说的这些。那也就是我们在讲说，在讲到加行的时候呢，同样的我们要先做到加行6法。那加行6法呢，也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少进处所，然后庄严安布身语意象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由无产狂呢求诸工具端正陈设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具足譬如7法或是8法呢，或者说用舒适的坐姿，然后在安乐坐具上呢升起殊胜的善心，然后呢发起皈依。那第4个呢，就是我们去观想资粮田。那第5个呢，就提到说，集之尽罪的扼要呢，就是透有7支供养。那第6个呢，就讲到说是祈请。那祈请呢，我们叫它说祈请呢，就是分为4部分。那也是分为第一个呢，就是三大义之门的祈请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开启圣道之门的祈请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累积加持的祈请，以及呢第4个呢，就是丁觉的祈请。那这边呢，讲到说以上如前呢，就是照丁觉祈请的部分的前面，所以就讲到说呢，当我们升起了就是加行6法做完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呢是如何做思维呢？就是思维说我和一切如母有情呢，就是我和一切的有情呢，从无始轮回以来呢，然后就是因为长期呢就是受各种猛烈的这种痛苦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各种猛烈的痛苦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了知轮回它的体性呢是苦的缘故。那因为不了知轮回它的体性呢是苦的缘故呢，所以不能由此呢升起一个猛烈欲求解脱的心。那就是因为不具备这样子想要获得解脱的心呢，所以才会产生不断在轮回里面感受各种痛苦的这种过失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愿我与一切如母有情的心绪呢，都能够升起了知轮回它的体性呢是苦的体性，并由此呢而升起一个
猛烈的希求解脱的心，然后祈请上师佛的加持。那这里开始呢，就是丁觉祈请的。就是丁觉祈请，那透由丁觉祈请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顶门的和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呢，那他的身上呢，就是降下了五彩甘露，然后降露在自他一切有情的身心，然后将我们无始以来呢所造作的罪障呢，那特别呢是对于说了知轮回它的体性是苦的这一点，还有说升起希求解脱心的这一种障碍，那无论像是罪业、业障、疾病或是非人等这一些呢，都能够尽除。那我们的身体呢，变为纯净光明的这个体性，然后所有寿命福德呢，一切的地道功德都能够增长。那特别呢是治他的心绪呢，都能够了知到说轮回呢，它的体性呢是苦的体性，并且由此而升起猛烈希求解脱的心。那以上呢就是属于加行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开始正行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。第14页的最后一大段呢，就讲到说，第一个呢就是其次呢就是第二个，就讲到正行的时候呢，它又分为2个科判。那在讲述就是希求解脱的心的时候呢，那第一个呢要去思维到轮回的总苦，那第二个呢去思维轮回的别苦。那在思维轮回别苦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讲到说呢，思维别苦就是去思维到说6道呢。各个不同的痛苦，就像是人道的痛苦，以及像是飞天就是阿修罗道的痛苦，还有说像是天道的痛苦。那至于说三恶趣的痛苦呢，就是之前在下士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讲述过了。那也可以同样呢，把这个内容呢，就是移到这边呢，然后来做思维。那这个呢是关于思维别苦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生死呢，就是生死总苦的部分，就是思维总苦。那在讲述到说思维轮回总苦的部分呢，那又分为了6个内容。那第一个呢就是去思维到无定过患。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无饱足的过患。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速速舍身的过患。那第4个呢就讲到说速速结身的过患。那第5个呢就讲到说烁烁高下的过患，以及第6个呢就是无伴过患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14页的最后一段呢，就是讲到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轮回的总苦。那在思维轮回总苦的时候呢，那也是一样，一开始呢我们先观修着就是顶门呢就是有和世尊无二的上师，然后观修完顶门有和世尊无二的上师之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思维说，虽然呢我独理行持呢就是断除十无善业的这种律仪呢，能够帮助我脱离恶趣的痛苦，然后让我呢能够获得善趣的果位，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证得呢就是断除痛苦根本的这个解脱的话呢，那其实安乐呢它是一刹那也没有的。那为什么说这样子呢？是虽然说我们偶尔呢能够获得了就是所谓的善趣呢，但是为什么呢？这种善趣的安乐呢，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安乐。那到这边为止呢，它就像是一个就是连接前后文，就是把我们之前所讲述的内容呢，跟中师道内容呢，然后来做一个衔接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讲述到说，那为什么说，虽然说我们偶尔可以获得善趣的这种安乐，但是善趣的这种果位呢，它其实也是没有一刹那的这种安乐呢。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就比如说有一个造了极大罪业的这种恶人，然后违背了各种的法律，那他确定了1个月之后呢，就是要判处以死刑。那在还没有死刑的这个1个月的期间里面呢，他还是每日呢仍需蒙受就是火漆刑考，然后呢棍棒、锄打等猛具的痛苦。那这边讲到火漆刑考呢，就是说像古代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们会拿那个火呢，就是在身上用火做烙印，或者说纹身的这种呢，就是讲的这边的火漆刑考，或者说呢就是棍棒捶打等等这种痛苦。那即使呢就是有人呢，就是他比如说透由关系认识到一个很有权势的人，然后呢透由这个人做求情呢，他虽然说他可以在这1个月里面呢，就是不用再受到这一些就是被火烙印的痛苦，还有被捶打的这种痛苦，但是呢，他每过1天呢，他就离死刑的日子呢越来越近的缘故呢，所以他的内心呢也不会感到任何的快乐。所以呢，就如同上述的例子一样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获得
断除痛苦根本的这一种解脱的话呢，那无论呢我们现在是获得了任何善趣的这种果位呢，但是当我们过去所造的这种善业呢，那当它的引业呢所感得的果报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仍然呢是要堕入于三恶趣的。那堕入到三恶趣之后，同样的呢就要受各种猛烈的这种痛苦。所以就是透由这样子呢去思维到说，轮回的种苦。然后因为思维轮回种苦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内心呢才会升起一个想要希求解脱的这种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第15页的第2段。那讲到呢，就是此外呢，就是我们在轮回里面呢，因为在轮回里面一定是透由就是惑业，那就是透由烦恼呢被烦恼而转，透由烦恼呢而投生。那既然是因为烦恼的缘故而投生的话呢，那就不可能呢超出苦的这种范围，就是无论你投生到哪里呢，它的体性呢必定是苦，你不可能超出这个苦的范围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六苦里面的第一个呢，就是思维无定过坏。那因为呢是苦的体性的缘故呢，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敌变为亲，亲变为敌，损益实无可平性。就讲到说呢，因为在轮回里面呢，我们是不断在轮回里面流转的时候呢，所以呢亲和仇呢它是不定的，就是亲人呢有时候会变成仇人，仇人呢有时候会变为亲人，所以这边无定呢，就第一个呢就讲到说亲仇无定。那除了亲仇无定之外呢，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呢有时候呢投身到人天的这种善趣，然后享受人天安乐之后呢，那下一次呢可能又投到三恶趣呢，去感受到无尽的这种恶趣的痛苦。那恶趣的痛苦感受完之后呢，那可能呢又投身到人去，想到人天的这种安乐。所以呢，除了就是亲仇无定之外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六道无定，因为我们不确定呢我们会投身到六道里面的哪一道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知道说苦乐呢是无定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投生的时候呢，投身到有的好的这种异熟果报的时候呢，那就可以享受这种富贵的安乐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投身到就是贫苦的人家，感受到这种痛苦。所以呢，除了就是讲到说亲仇无定之外呢，那有这种苦乐无定。那就是关于呢无定过患里面呢，那世尊呢就是在大辩业经里面呢，就是有提到说，就是有一次呢，目犍连尊者呢，他出去托钵的时候，那他就是托钵到一户人家的时候呢，那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见到目犍连尊者之后呢，那他就跟目犍连尊者请示说，您托钵到这户人家，那你可不可以看一下这户人家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因缘？那目犍连尊者呢，然后就用神通呢去观察，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呢，就是看到说，这户家的这个家长呢，就是户长，这个户长的这个户长呢，那他呢就是抱着一个小孩呢在玩，那他们家呢就是前面呢就是有一条黑色的狗，那他就是那这个户长呢，他抱着小孩，然后手上呢就是拿一条鱼呢在吃，然后他的前面呢家门口呢又有一条黑色的狗。那他吃完鱼肉之后呢，那个鱼骨头呢，他就会丢给那一条黑狗吃。那目犍连尊者观察之后呢，然后呢就跟这个人说呢，就是他现在呢所吃的这个鱼呢，是他这次的父亲，因为他们家后面呢就是有一个池塘，那池塘里面呢有很多鱼，那因为他父亲呢就是常常就是抓后面池塘的这个鱼呢为食，所以死了之后呢，他自己就投身到这个池塘里面呢，然后变成里面的鱼。然后呢，他每次一投身的时候呢，就会刚好呢，就是稍微长大一点，又被他的儿子呢抓起来，然后又吃掉。然后吃完之后呢，鱼骨头呢就喂给那个黑狗吃。然后那个鱼呢，就是他爸爸的投生，所以他已经这样子投生很多次，都是投生到这个池塘里面变鱼。然后呢，变成鱼之后呢，就被现在这个户长，也就是他的小孩呢给吃掉。那吃掉这个骨头呢，就是丢给那个黑狗。那但是黑狗呢，就是这个户长呢，他这一次的妈妈。那他妈妈呢，因为很坚定的缘故呢，对于来乞食的这些人呢，都不给予布施，然后呢又不持戒的缘故，然后呢又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因为非常贪恋这个家，所以死了之后呢，就投生为这个家的黑色的这一只母狗。那他抱在怀中的这个小孩呢，是
这个小孩的潜意识呢，就是因为贪恋他的妻子，然后后来呢，就是发现说他的妻子呢，就是在外面呢，就是和别人就是有这种暧昧的关系呢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他就把这个人呢给杀死了。那这个人死了以后呢，因为非常贪恋他妻子缘故呢，所以就投生呢变为他的小孩。所以呢，他所吃的鱼呢是他这一世的父亲，然后呢，他把这个鱼骨头给的那个黑狗呢是他这一世的母亲，那他怀里抱的这个小孩呢是他这一世的敌人。所以呢，从这边呢，从这个大变业经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我们这一世呢，无论是亲人或是仇人呢，然后他其实呢都是不是决定的，今生是亲人呢，来世可能变成仇人，那今生的仇人呢，在来世可能会变成亲人，所以从这边呢讲述到了亲仇无定的道理。今天呢，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先上到这边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我们想要升起一个希求解脱的心之前呢，我们必定呢要先去思维到轮回的痛苦。那唯有说我们自心的去思维轮回的痛苦呢，真的对轮回的痛苦感到害怕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才会真正的希求一个想要获得解脱的这种心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只讲到说在轮回的痛苦里面呢，轮回总苦里面，我们只讲述到的就是无定的过患。那剩下的内容呢，我们就下一堂课呢再继续的呢做解释。那之前呢，就是有人说，希望阁下能够教授就是5个10万加行的内容。那就是这个在正课里面讲呢，就是会花很多时间，所以阁下说他会在课后的时候呢，就是找时间呢，就是跟翻译讲，然后呢翻译再把这些内容呢，就是再转达给各位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里。